你这个种的菜啊，哈，这个无掺物的东西，分较多人来食到。健康的东西，你甘食，你分配啥食？还有一点讲，你分下台来地道，你就要做只食农教育本，下细人啊，都个学生啊，都要来体验，我了解，原来咸菜是安尼做的。蒜吉吼，是你客家人做一种最好的酱料。客家人的老祖宗都聪明，因为去当蒜是唔得，所以囡仔来做一种。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酱料。我希望讲，大家系上爱做、上爱学，可以来学。我愿意将我所学到的跟大家来分享。养着条从烟，春风过去，强凉多，红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素年。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人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来到做东那个菜地的客家族，一听做我们的甜饼特列为上下二讲都有名的特色秘密哦。两下就这个民族，叫下来的合作用古法制作的客家咸菜，还有记得将来品尝了道，使来为本人亲密的秘密哦。来哩！比采新竹东廊所在嘅竹洞，自古以来就系新竹重要嘅交通中心，系落江沙山区嘅大门。做一座交通中心、老货运设施中心嘅竹洞，唔但将其中嘅当地人才，喺民国40-50年代，喺老丰县中立变做系台湾上海镇咯。来到一个竹洞，竹唔就地讲，竹洞一天老一个竹嘅有关系，冇唔错。其实呢，条白也到尾啊，系个林业嘅太镇哦。唔过呢，到底下来，村到唯一一间，行家系全台湾唯一一间做竹林嘅地方哦。到底系乜个坚持，本佢做得，到底下来，行做到啱好呢？你有听到声音冇？要你看下。你怎么来啦？哦，哪里？好厉害哦！来，两个全部助攻，可以打出一首捕鱼歌哦。对呀。怎么那么厉害？它是利用这个竹子的节的长短，它就产生不同音阶。哇！因为阿爸作为竹嘅生理，阿用白此生对竹嘅当成嘅认识，他亦过后上述嘅木下嘅事业。悄悄地作为竹林嘅生产加工，佢坚持留喺台湾，经营菜地优良品牌。沙田乡下田的阿勇伯，家庭当量嘅营养上好认识竹嘅哦。哦，你讲伢到尾嘅做嘅竹林啊，做得讲全台湾唯一剩下仅存一家。嘿，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全部走竹哎，这一直跟竹子里面这边相关，人家竹洞啊。以前是全台湾3大林场，就是罗东、竹东、东势，专门就生产木材、竹子这一类的。我说你算是第二代，第二代耶，爸爸几时间就开始做哎？我爸就专门买卖竹子，
卖竹子，而且按接收做的时候，再拐着工厂。而且给我使用的竹的品种就是像这种吗？这个算是蛮这个是贵族哦，贵族，因为它是台湾的独生种哦，只有台湾才有哦。是哦，啊，竹子的品质是最好。啊，不过下到台湾，真嘅那种竹的做的东西好少了，做快就都难买耶，因为它已经算是失传的一种手艺了。对啦，竹子哈，它是那个生长最快的植物。啊，一般我们的竹子啊，3年都走在用。啊，你熟哈要20年，所以我们尽量就是用竹子来代替木材。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你当它长竹笋的时候。它长竹笋开始长枝长叶，叫做新竹。新竹的时候，它吸收水跟二氧化碳是树的1到3倍，所以我们对我们环保来讲哈是非常好。谈到民國50年代，行出竹動茶頭，衝過來嘅都係所謂嘅香味。講緊清後嘅時節，總共有32間蔬菜廠、8間竹材廠安多，一直到後來政府公布經8年。林業相關嘅產業就當一無停咧，韓國同業工廠上述細節，留下是存到2間竹業工廠。其實這樣做有點像是家裡面小時候不是會編那個自己編那個手鏈一樣，就是看到它慢慢弄長，會有一種很有成就感。蠻多我們來這邊的朋友，他們都說其實做完心情還蠻好的。真嘅呢，而且有看到自己的作品這樣。對。啊，你是剛剛會聽爸爸聽樹模嘞？哦，會啊，就是爸爸在工作，我就會在旁邊在那邊玩啊，或者什麼，就陪着他這樣。真嘅，你談到你算是第3代正了接觸過後，你做乜該重新呀改變冇嘞？有，因為其實爸爸以前是做傳統的竹聯工廠，那我回來以後，我就覺得我們的產業很棒，應該要給更多人知道。因為我本來是學設計的。對，我就想說，我們可不可以加一些新的元素，然後將竹聯可以再轉型做一些其他比較生活化的東西，所以我就開始在網絡上面開始推我們台灣在地的竹聯。其實做了半年，其實也算是蠻長的時間了。接下來你有想講因為保留爸爸的精神之後，你還講像有乜嘅新的改變冇嘞？我跟爸爸想要推竹藝，所以我們後來轉型成就是比較像觀光工廠，希望更多人可以來認識竹子。所以我們除了做 DIY， 然後我們的店面啊、生產線啊都可以開放給大家參觀。不然現在很多小朋友的竹子木頭都傻分不清楚。爸爸媽媽帶着小朋友來，就順便認識，然後也知道，而且還可以親手做一些體驗。對，然後我們很多的竹一些的相關的產品啊，它也可以就是，原來竹子可以做這麼多的東西。而且這是真的很有台灣味的。然後以上用心傳承採草方法，傳統產業要做得行出一條全新嘅路。感謝也有位暗號想法嘅梁子雅。帶我認識了竹嘅成分美好。接下來，談到竹動嘅客家美食未獨有名哦，來嚟拜訪老鹹菜發揚光大嘅阿健姐。Hello， 阿健姐，哎，來咧。啊，民族啊，阿健冇看到。係啊，按做對冇哈？係啊，係哦。健康幫錯啊。今日要來讓我學做兩個鹹菜嘅。好啊。牛肉乾，人家很阿健姐，做起食來又粗巧又認真，將停唔下來嘅食譜誒。阿健姐對品質當要求，對種菜做管理都出貨，全部都自家來。你唔愛上去種太多來賣，真做得啲唔是假，唔求多嘅製作當中，特步都做得做嘢到。就是按照你講呀，卡細條，呀種幾久誒，差唔多按樣嘅態勢。也是種差唔多1整年。1年。係。啊，對，開始野營落去到生出來做菜蔬，幾久嘅時間？因為我嘅人哈，是拿本人買啦，買好哈，差唔多20日，然後拿轉來種啊。而且種養嘅出來係我先買養，啊，將20日過後拿轉來種，將你田空種差唔多，從按人哈都差唔多65日將有斬。65日將有好斬。而家嗰種按行很甜啊，其實呢，那個芥菜都很甜，其實很正常，因為過年的時候就一定會吃那個蟲年菜嘛，對不對？可是你幾多年呢？幾月份到幾月份
是你的种植跟采收期啊？差唔多是那个9月到12月來種啊，都係幾黑度啊好嘅時節。哦，而家講8月啊，到來種嗬，個蟲啊當到啊，啊要講幾天氣很熱嗬，對個菜下嚟幾發育啊，唔啱好係。了解。一種啊講到啊嗬，都係溫田。哦，半田。係。媽，醫生半田，看人家全部種到球球啊。咩嚟啦？是講日大種過啊哈，今年種、明年種，再過來都冇種咧，啊是要見輪的。啊，見輪的。係。像種按用的給出來，有沒有什麼技巧秘訣？做得了給種到按好咧？技巧係啊，是安尼量吼，啊較高調誒。哦，我了給弄較高的。係，安尼飲水嘅時節吼，給水唔會講半幾嘅緊浸到。哦，唔會浸到，可唔可以免嘅？咁像呀，特別竹筒啊，來枸杞下擺，提供竹筒嘅水筒好，所以這也是不是也是用那竹筒很棒的水質來種植的？讓我也就用個土淺絲嘅水啦，因為我就喺水源頭吼，來較無污染，個水源頭來灌溉嘅，所以我就喺菜後種個較香哩。頭前係鹹鹹嘅水質，用得阿堅子嘅芥菜鹽，本期生出香悠悠嘅菜。另外，認真芥菜要配合時節來種，天時影響動態，還是阿堅子需要十忙照顧，將做得愛到兩下芥菜做得舒適。今日聽聽阿堅子來斬芥菜了。哪裡可以採的？哪裡？這邊。嘿。天哪！哎，我現在還沒有下去，就發現它也太大顆了吧！天哪！嘿，這個嗎？哈哈哈！哦，我兩下有幾個，下輩就有幾層咩？我到邊走，哦，弄到黏黏的，全部要掉芥菜，為什麼要這樣子採呢？因為你天空曬陽呢，哈，轉來你泡水嘅時候個軟化。但用咁大地度，哪都難用死啊！怎么那么大颗？你看，完全把我的脸两个人躲起来都可以耶，也太大了吧！啊，你要喂啊，这个是几斤重啊？要差不多有10斤。10斤啊，太芥菜！你这个是改良品种吗？營養較好，因為也係鮮的奶。哦，哇，阿娟姐要做的快速菜蔬哎哈。你好，你好，两边卖啥嘞？這個愛欣賞，你要欣賞，你老公，你的安娜達，對啦，好乖，上來公婆面，公婆面，又講啊，又講，你們倆該不會就在芥菜園認識的吧？不講對，真的假的？有樣啊，就那種國都一般，就發現到會不會有白馬王子？是啊，好啦，我們先採收啦，等一下你的愛情故事，等一下老來分享。我先把它採收，而且其實呢，你也可以豆有挑戰哦，因為按丟幾個豆誒，有辦法老給弄下來。哦，我咧教你好。好。一頭一層一係方向呀。哼。方向看好冇？你有方向看那一位嘛？哦，去過啲兩片沙 ，OK。按用幾啊？好。出力咯，我出力就咁。哦，終於成功咧！哦，要真勁動態頭啊！光拿一顆替代拿一條菜，拿到數位省元呢？我這個吼小偷也不大來偷吧？不會吧？太大顆了。咱們喊人家喊人透過哦。哦，透過？為什麼？雞哈賣相好好啦。啊，唔過太過啲啊，佢等下就拿來滷嘅鹹菜，就唔是講佢好看唔好看啊。冇人啊，你度賣些意思係會按照個試試啊。哦，不一洗耶。但是你講茉莉那些哈，你度出來些你同樣嘅梨，也是好茉莉。了解，我嗰時候色香味色要先顧好啊。阿
阿健子讲，條蛤蟆老老公伫田方割無嘅時間認識，將結婚，掠下兩公婆搶下種下一大片嘅芥菜木，好在有老公伫順風支持，阿健子嘅鹹菜完全照老風法來製作。斬下來嘅芥菜，等曬陽過後，經鹽水太油嘅1到2日，沙定就輪到我上床了，搶下來燜鹹菜。各位觀眾朋友，你看一下，我掠下有幾個，下擺就有幾隻咩？一到邊走，哦，弄到黏的，全部也都結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子採呢？因為你天龍曬羊呢，哈，轉來你泡水的時候叫個軟化。但用尖多地度，那個奶都奶用死啊！你看，你當方嘅時候轉過有些標籤按將嘅個大下都冇掉到，都合拍咩？合拍嘅時節，你都變到咗來。啊哈，係你變到咗來哈，個掉過。哦，再講那個吧。嘿呀，啊沒有，一面合拍，一面有掉到，一面冇掉到。對就按你安尼轉色咧，搶咧出水咧哈，你做得得把下伊，你個做清洗動作。哦，係啊我這個試過。係啦。好啊，嗰種係做嚟檢查下，人家當嘅成果。阿健子也個鹹菜很有名，可是你知嘛，想去做鹹菜姑娘咧。因為我本身我喺帶到雲南太平，係我家嗰邊係鹹菜故鄉，全省70%嘅鹹菜是個打來嘅，係。啊，後面加多啲味來，結果就嚟帶過來啊呢。先生講嘅，佢都冇乜順意，個公眾寫做，是講如果是日聊天，那咪都講，哦，雖然你見太咧都愛收費咧，收費咧都講，我冇都按呢來種，因為我頭擺細都看到。阿媽媽、阿婆啊，都做鹹菜做到太，咁冇人哋來種地話鹹菜來。啊，就安尼慢慢地種，啊，2千、3千種到也4萬人頭。哇！芥菜變做鹹菜嘅過程都冇簡單，就將阿健子冇按簡單得來嘅鹹菜木，全部都係一鋪一鋪嘅弄出來嘅，將做得貼出本人會親密嘅味線。芥菜經過曬、煎、燜。滷切米個表入硬度，阿健子當會用曬來炸，來本其作，用時間得到精華嘅味絲哦。一係滷吼，差唔多15日到20日，你也都拿出來都做得曬。呀，鋪頭做好些就係鹹菜，對不對？是。啊，曬過來再個曬咧。曬起來都做一道硬嘅肚都變個泡菜。泡菜。嘿，還有一鋪。係，一個拿來曬黑乾掉嘅都變成啲梅乾菜。鹹菜乾。鹹菜乾呢，所以你看，古時候一條菜用，可能先用嚟調味，又按到種嘅變吧。是。人就講客家精神吼，真係係動腔啊！係。啊，用嚟比較後生嘢係冇好起來，發動大手誒。咁所以講，你要傳承下去啊！我傳承下去哦。照做嘅時間長度，芥菜鹹做得生出6日嘅雪底粉，做15日嘅鹹菜，日頭曬2日過後，接硬嘅泡菜，還要曬到糟空空嘅數起來嘅泡菜乾，一條芥菜唔太同糖。阿健子還可以用鹹菜研發嘅新嘅食法咯。阿健子幾種時會想出來做一個白玉玫瑰卷呢？因為有我都有做食農教育，有學家政班有學。學嘅時陣呢，佢係用個麵粉做個水餃皮做嘅。可是水餃皮做了挺硬啊，那面硬做來呢，我想講，誒，個佢硬啊，你半條半體，有人做半條啦。做落嚟很軟，就很漿。那咪有弄一隻東西去比賽，佢個比賽度全人咧踢一面。真勁哦！哇哦，動腔誒！呀，真勁做好，你看，就像拍攝的玫瑰花用的耶。咁你個咧落成吧？當初做嘅時就是用個火龍果，然後桔漿煮嘅個黃梨3種去煮。煮好製作佢嘅點綴。所以你會選當季的，是不是？係啦，因為一下都該洛神花都當出呢，你滷好來都做得老個顏色像用米絲啊，像酸甘啊呢。嗰上牛呢就有鹹甜，還個有啲客家嘅板條，又有一個鹹菜，那就正統的客家變化料理咯。係。
下擬出泡菜煮肚汤，老泡菜切碎，并入皮汤肚混出米丝。前杯米并入切地嘅煮肚，就做得小小豆上足咧。食地方简单啦啦嘅，就做得煮出香豔色嘅香味。看阿健子精心準備嘅鹹菜大餐，食出本人的唔差，我來好好歡迎下。我来喽！哇，哎，竹肚泡竹肚哦，嘿竹肚泡菜汤嘿，你看到暗棚拍出来，第一个让我们最吸睛的就会白玉玫瑰卷，而且它真的是从头到尾啊，都是算是客家食材，是。有它改个面包板，还有那个鹹菜。好，来吃这个呢。芒试试各位秘辛，很惊喜，因为啊，一般做它改个鹹菜料理啊，就是梅干菜啊，或是炒一些青菜，没有吃过这么漂亮又好吃的。也一种的创意料理。讲到大家好，泡菜竹肚汤啊，这就是许多客家种地肚绝对不能够放过的经典菜哦。哎，你知道吗？呀，我是都按用按到底的汤头啊，真给都难的，因为现在比较多是用化学速成的酸味这样子。用针掉都挨讲出巴了，就会按用的米汤，正统的客家米，那个鹹菜有没有？佢一定按用，一定然後佢滷到黏米嘅，大家聽講下做家下白天的，全部都是用人力一步一步來做的，沒有加任何嘅化學嘅東西。古時候是都有一種酸老柑啊，它是天然的。阿健子帶來嘅鹹菜大餐，確實本人當我呢。落菜嘅鹹香唔但搶茶飯，未留其他嘅食材搭配到嘟嘟好。阿健子除咗做鹹菜，未留鹹菜延伸各種莫共用嘅創意料理，留芥菜蒜頭豆米發揮到淋漓盡致。嗰時候阿健子你都可以傳承做安樣嘅鹹菜啊、泡菜嘅時節，你可以是做乜嘅？哦，不想講我來安樣來做咧。啊，條班阿婆吼，老媽媽就做，其實你行人真會做安尼東西，好多人唔會做安尼東西。那麼阿婆吼，就有人客入到來，媽媽都會煮安尼菜出來，家家人都學到嘅。啊，唔過講真嘅呢啊，我咪看到2、3年鄉下都挺好安樣做，然後都主動要到邊，而且人工咩冇按改啊。可是你們按樣當然用，按樣做按辛苦，你要得會堅持係嘛個，什麼動力讓你們想要當繼續做下去咧？是講，你做到東西吼，當然老你肯定吼。啊，因為也還有當到嘅物個化學嘅東西。係啊。啊，你做係純天然嘅東西，所以講人對你肯定啦，吼，你都講好，本他自家安心，他自家有識到一隻東西，你都一隻理念來做安尼。說真的，如果客家米色地肚沒有鹹菜，就真的找不到它那個精髓了。它真的是客家料理地肚的那個靈魂角色，而你用板老給傳承下去，誰來把它傳承下去？你就是那個掌門人呢，真嘅呢。因為你咩老伊傳承下去哈，因為我自家本身有這做到嘅食農教育，本身因嚟來學體驗啦哈，本身因來看來教，講你食嘅東西是安尼來，吃樣樣嘅東西。它這個是都健康。做得按用來教育小飛炸現用的東西也好誒。可是當然，規個工廠地都有看到，就是阿健子啊、無限氣炸唔過用按聽。可是有發現呢，其實在背後啊，一直懂支持解決欣賞，一路看到阿健子啊、老虎卡，你們兩個一起打拼出來的家裡面啊，然後阿健子又借由這個鹹菜飯，還較多嘅人料給啲嘅，你去感受過你的角色很用嚟支持啲。他想要做，那是蹦蹦的啊，用他没那种。你想做嘛？你就來聽是，好甜蜜的一句話啊！公婆用心實現了夢想的結晶。阿健子嘅鹹菜想法雖然一開始冇按成功，
不过大摆想到伫顺风嘅老公，还甲伊路上做伴嘅闺女，内心嘅感情，决定其向前嘅脚步。待等吹讲客家秘密嘅心意，天天地的主动做出成绩。今本日嘅客家经典是咩安用听听咯？过来的是下嘅主动一致嘅结晶。Hello， 你好，你好，哇，今日要来认识人家嘅吉列盅，对，客家很鸡酱有名呢。这个哇，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谢谢。这个鸡酱就是阿金姐妈妈亲手做的。那我是这几年才开始回来帮忙家里制作这个鸡酱。韩国人菜地客家人，阿妹阿金子係用魯梅嘅老祖吉醬出名嘅。也愛學太義務家人付出嘅汗水老辛苦，很佢仔細嘅看到太，堅持定堅定嘅信念轉到家鄉，老阿妹向下做發揚吉醬嘅大夢想。兩種品種啊，記得啊，你看它皮很薄，對啊，還冇改品種呀。就是它这一块就是绞肉鸡，對啊。然後它多了傳動軸這一塊。哦。而且我現在有發現一件事情哦。低鹽要低度，為什麼你還放辣椒味？啊，冇試過辣得幾嚟種誒。總後一起。你看它皮很薄，对啊，还冇改品種呀。我們叫它順乾。客家雞醬一定要用這個酸吉做，才有那個特殊的那個香氣跟酸感。這個品種其實在新竹縣，它是新竹縣的特產，在別的鄉鎮是沒有的。我們現在做的是我們跟農民契作的。那契作的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不能噴藥，不能有除草劑。而且是全年都不能噴。哇，阿牛會動態嘅挑戰呢。像這種沒有噴農藥、沒有經過打藥的，就會有一些長得很可愛的啊，或者是一些很特殊的。明珠，你可以吃吃看，會不會很酸啊？哦，吃吃看就知道嘍。你們兩個感覺有炸哦。唔會啦，唔會當爽啦，可以啦。比一般的甘味行較酸，唔過我種記得我們種記得按用按酸都覺得唔酸啦，還 OK 接受，但是還是好酸哦。阿婆，你有冇發動按架？塑膠用按架？對啊，阿婆超級厲害。對啊，阿婆已經幫我們拔非常非常多年了。其實你看阿婆剝皮，它是有訣竅的，它不能剝得很散。它要有一定的大小啊，這個一個一個拔哦。以前真的是一個一個，但是現在以後我們因為量產的關係，所以開始會導入機械後。興佢講，阿妹堅持用菜地無農藥嘅酸吉咧，希望用藥來照顧小農，還佢本新竹鐵油嘅酸吉咧，唔好本人獨家。另外，吉醬嘅加工，未做得本退休個想要做事嘅鄉親，有機會過來打家訪哦。我想到有按聰明的機器耶，它竟然可以按有一條一條前面有一些像你講嘅搞牛誒、搞豬牛嘅頭吼，馬不一輪，基礎上有一條一條的這個字，全部一下子就弄出來，節省很多人力耶吼。對，因為它這個就是做吉醬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叫做去籽。這個東西在我們做的時候還沒有人會做，所以特別去請人定做。其實它這一塊就是絞肉機。對啊。然後它多了傳動軸這一塊。對。而且我現在有發現一件事情哦，低鹽要低度，為什麼你還放辣椒味？啊，冇試過辣得幾嚟種誒。辣椒是為了要增加我們吉醬的口感跟它的層次。那但是吃得出來辣嗎？吃得出來一點點，它的尾勁跟初始的口感會有一點點辣。對，但是不是每一個客家吉醬都有加辣椒。沒錯，因為你知道客家吉嚟種啊，多多少少家裡面都會有自己阿公阿婆做的一點點這樣子。那像阿牛弄出來一條籽啊，像你家嘅蘭菇籽。
纸啊、划拨剂这些，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嘛？该再生利用之类的？其实我今年回来以后，我最头痛的就是这一个，真的，因为你舍不得它，你不想要丢弃它，我很想把它做成清洁剂，或者是精油提炼出来一些，看能不能废物再利用。哇，连那个这个皮就落去煮哦。要下去烫过哦，对而且一般唔是讲大家这个种都会不用皮耶。不一定会每一家都要放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担心说头发啊，或者是手的东西啊会掉下去，所以就会开始要求说要戴口罩，要戴头套。对。而且我们中间有发生过一些跟客人合作，他就发现我们东西里面有头发，那就很麻烦。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尽量做到说，我们的东西里面是没有头发、零污染。因为我从科技厂出身，那所以我开始把妈妈的经验写成标准作业流程，就是我们讲的 SOP。然后开始在跟妈妈讨论哪些东西是可以工厂作业化，没有必要再像以前一样靠经验。对。加多少糖，用舌头吃味道。对，以前都是靠妈妈的手感，靠妈妈的味觉。那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数据化，然后而不止数据化，我们要标准化。保留传统好嘅元素，同時改善環境，提高技術，係Hank上修過後第一項嘅改革，咪係本結將品質動物越來越好嘅第一步。同好嘅吉利皮，沙定愛食過，高廚踢地度嘅囊，沙過來準備醬肉，撈攪碎嘅吉利皮強下門咯。已經攞佢煮好洗過後，剛剛攞佢搞出來嘅果子水，現在也來把它加熱煮過了。對，煮味呀不會味掉嗎？該嘞？主要是為了讓它的果肉能夠把甜度吃進去，因為我們沒有放防腐劑，所以它一定要夠甜。那它果肉還是有一塊一塊的塊狀，所以它煮進去以後，它會把裡面的水分逼出來，那它就比較不會再發生發酵或者是發霉的問題。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冇落防腐劑落去，古時候其實它吃的賞味期間其實也相對縮短很多，對不對？畢竟它是天然，你想要天然的去品嘗美味，那你就不要去加一些新的東西，就是化學的東西。可是講真嘅呢，就是生意做大的時候啊，就會吃到講，就要給加一些偷工減料，那個又摻一些嘛該東西。你自己有沒有也被誘惑過？我在回家接之前，我有創業。那我在創業的時候，常常要去拜訪一些廠商或者是一些前輩。那他們其實都會說一些讓人還蠻生氣的話。尤其是我聽過他們有跟我講過說，哦，弟弟，創業要賺錢嘛，沒有一點黑心，你賺不了錢。你趕快把它爆出來。這個聽到以後真的是讓人很生氣。對啊。對，因為我自己看着自己媽媽創業20幾年，都是抱着這種造福的心情。那可是你看到外面一些廠商，他們也賺錢了，可是他們既然是用這種心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那我以前吃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走血的呀，靠你這個。我媽媽都會說，哎，走這個感血的東西，這才是對的。真的，你自己有吃嗎？我當然。唔好做害人嘅事情，要做自家感受，行個對身體好嘅食物。阿妹3點零新豐富，變作為 Hank 建設嘅信仰。面對外界各種疑惑老鄉人 ，Hank 完全無驚，堅持行阿妹嘅路，要做出親天然康健嘅客家結晶。記得中午來嘗嘗看，看下招小抓出來哦。好，試一試米頭。呀，真見有鹹甜以外啊，順呢口感充滿到牙最孔度。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吃落去、吞落去，還有連同我們有一些辣勁。對，就是絞肉的時候的那個辣椒，它就是在口感的層次上會再增加了一個豐富性。它加入進來以後，即將是加分的。真嘅呢，啊唔過像唔家人講到呀，不管係你在
自己回来接这1年当中啊，懂得会挑战你其实也在尝试当中啦，过程当中，看起来心境上面有没有转变嘞？我很简单，我只是生活作息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是心境上是差异很大的。以前的同事或者是甚至以前的朋友，有些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从高阶的地方？以前穿西装，感觉自己是高级人士，可是现在都是穿工作服，每天要弄得脏兮兮的，那他们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往下走？可是我不觉得这是往下走，就简单来说，其实以前就是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其实是过得不是很开心，带着一点点痛苦。但现在的话，其实每天过得蛮开心的。头摆对他人都因为利益，一下是喺上爱为到好东西来打拼。真到家乡接受家业嘅 Hank， 當然看流氓咯，啲工廠來去去，前度想起佢當食材嘅滿足，呢份成就感背後重要嘅支持，就係啲家妹活下嘅靈魂人物阿김치來嘅。今本日啊，讲的每日的阿金子，总算阿金子金小小的出现呢。阿金子，我们今天整天都在学你的家传手艺耶。是哦。总算看到你本人呢。谢谢。很可讲，你又讲来做料理啊。阿金子本名邝阿金，族東客家新橋，經用時看到萬山萬落嘅相機嘅模樣愛，真以為想去做結帳嘅想法。後來做安尼嘅機會買起嘅結帳，想去用一份傳統農民式嘅情感，俾農民開發產銷出路，將結帳融入世界飲食，來減客家老國際嘅關係咯。现在是冬天，那用鸡的酱煮火锅。冬天嘛，煮火锅哦。好，家里好家己都会用落去嘞。是加拌管时候。拌管，这样按好笨呢。好，那我把它拌一下哈。很像柳橙汁。对对对，哈。红萝卜、白萝卜，我的习惯嘿先烫过，你敢唔会按烂。上好了嘞。嘿，炸过来时，香菇要给它味道出来哈。所以其实不卡油嘛，该色彩都不用弄去，都是第一次知道鸡的中有按斗编法哎。下了呀，有嘛该贴片？对啊，还绞肉。绞肉。来，阿金姐的秘方是不是？新竹也系送俾亚产嘅酱，我不能吃肉公，鬼也饱都糊肚，好像就是有一种那种画龙点睛的效果。但这样还清爽哦，亚个鸡的酱啊，它真的是一种灵魂，会勾人家的魂呢。阿金姐的秘方是不是？用个鸡的皮，这样子爽含 OK 吗？爆起来哈，放下去以后，它这样哒哒吧，它才会密合在一起。这样有两心啊呢。对。换我。好，来 change 一下。来看。莫动刀哈。莫动刀哈。好。阿金姐对厨工两个客家嘅鸡类中间，有没有什么愿景梦想哎？有哎，我的梦想很大哎。因为你想看番茄酱可以行销全世界，你客家这种暗红的东西啊，用怪美像番茄酱一样，让全世界人都认识这个客家这么好的酱料。哇，这是我的愿景。真嘅，你系一种呢 international 的概念么？对。你要出去搞来做嘛该？水果包肉卷。啊，记得我变我希望嘞。有，等下。你要切下个系。猪肉对不对？对。地肚楼的两种水果有水里的肉，另狗案呢。等一下再弄去煎，是不是？对。这算是完全手工做的话，就是速度催的哦。对。这样你去给它凶出来啊？嘿，因为做这种啊，想要推广出去，本大家都第一用蛮熟，所以就想动都料理出来。真紧，古说你们单唱的年法也个。我做鸡的种，行我来上新的菜色了。教大家食。真的，本太家认识对不对？无关你要讲航空世界舞团。
为了本集中本行较多嘅人接受，阿金子3万开发创意料理，本行较多人做得品尝到了本酸甜嘅好美食。佢老奶嘅有供养嘅希望，上一本客家集中从토마토中供养，地番做蛋糕本大家食到传扬国际，行销全世界。这个阿布卡迪都是到诶，最多把给种罗登 tell you 啊，问一些个都给盘啊，3层肉就这样子而已。哎，可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么多变化，你了品手控，那最特别就是这个还可以煮火锅，对，当汤底。给先来是看那两个汤头，含刚啊，所以给我们的阿金姐的特制的死鬼菜吼肉丸。好啊，先来离开同款啊。亚总统也太惊为天人了吧！家己也记得种啊，这种酸甘的米头用到也个海鲜汤头底度呢，比它同条冻贴，而且呢，你本身记得种底度加一些辣椒哎，所以你会觉得那种吊你的胃口这样子。那所以给阿金姐特制的牛眼。真紧张蘸掉哎，好好吃哦！中间的底肚呀，给鸡的皮啊吃落去，它跟着肉啊非常的搭哎，非常。亚洲米米啊是有对阿金姐特别张前面都会好米食，而且这种味道真的是独一无二，我会永远把它记在脑海里面。两下 N 来温是两个好吗？可以了就冻浆哎。好嘞，我要去哦。上杯还有这个温呀给鸡的酱对不对？你看。光是卖相那么好哎，吼，好清爽。但它会清爽哦，要跟鸡的盅啊，它真的是一种灵魂，会勾人家的魂呢。然后不会一层用底都保证这个购置啊，清楚要还稍微压一层鸡的盅，我不能只有讲哎，规个包都底度。好像就是有一种那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可是呢，它又在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样。古早泰卡诺不会是跟毛该橙汁排骨啊，哎，有时候其实它换成一类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真的。今日完全改变了我对客家集中的年代印象，没想到日后的美食按丰富，还有按多变化的料理方式。就算是简单的沙拉，都因为这种家庭的当好的美食。阿金姐，你安样啊？一生人做下来传下来安样记得种啊？其实有没有做过？有来也都顺条安样皮蛋做，不做很放心。很放心，也很感恩小朋友都认同妈妈开创的这个事业。对。跟你我前辈没想讲我转了，为什么会对1年前就真正下定决心跟我转来嘞？转来最主要是因为前年年底我父亲过世。哦。对啊，他有点突然，所以刚好又适逢年底我们要做激将。对，然后就觉得。看着妈妈这样做起酱很辛苦，然后想到爸爸过世前，他是这么辛苦在搬货，然后再加上在外面打拼那么多年，其实陪家人的时间很少，所以就觉得爸爸走了已经来不及了，那就多花点时间陪妈妈。哎呦，我很欣慰。对，因为这个事件太突然了。所以儿子可以毅然决然说赶快回来，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愿意为他再更努力的带着他把这个事业做起来，这样子。人跟人的感情，特别是亲情，很用钱没办法的推理。对，而且回来帮忙。才真正体会到，妈妈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辛苦。以前就觉得辛苦，但是现在就觉得哇，原来这么辛苦。
而且汉克，你们单枪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你还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对不对？对，因为农民70-80岁咧，像这个阿公阿婆用阿公阿婆工人寄落来饭衣，你是觉得啊，唔拉去修是很对不起自己。对，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妈妈跟农民的情感，那个牵绊很深。那你不会想要把这个牵绊就在妈妈这一代就结束，你会是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我也想加入这个牵绊，我也想帮助他们。汉克无有安样个心吗？其实也係對媽媽的生活看待好過了耶。媽媽就是自己感觸最深。這麼多年來，你去家就老農民朋友當中會去家嘅斯泰尼 Q 用安呢？就是像我们剥皮这个阿婆，她跟我已经20几年了，你不给她剥，她还不高兴。她有个性哦。对，我一定要把她请到家里来剥，我看着她，看得到她，万一有什么危险那些，我们都会照顾到她。今日呢，聽到阿金姐和個漢克來做的那個劇中過後，其實我自己也是完全改觀哦。我頭擺要做講劇中就會限定幾種配料，可是呢，你真正去了解它，認識它的整個過程以及它的變化，就會發現到，就像阿金姐的夢想一樣，佢真正就會變成世界嘅劇中。它是可以變成是我們台灣一體的，甚至是讓成為一個台灣的標誌。我行卡狗給你們看到啊呢。希望阿娟姐加油，然後好啊，加油，对，一起加油啦！幾部家人強心打拼嘅同時，你家成為相互嘅情感。團結嘅呢條遠遠超過簡單嘅想象，阿妹嘅劇中唔單止老漢克嘅童年做伴，還卡聽到佢兩敗嘅大發展。我想無論目標有幾遠，堅持嘅人親密還係會行到嘅，用佢哋黏黏嘅熱情，發揮生命喺台灣裡嘅新甜度。香港以生人做好一件事情，就是一個功德圓滿嘅福氣。跟俺想阿今日就按用見證的兩種實實在在嘅幸福。阿經濟嘅鹹菜用古法做基礎，做出來一種冇重感嘅秘密，分享俾行卡多嘅人。阿經濟又嘅嚟嘢用心做出來嘅客家吉利醬，堅持對品質嘅要求，希望將安好嘅料理文化傳承發揚。行向世界嘅舞台哦！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藝術。下場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了，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日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風裡風太處不熱，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小雪。18夜，四季輪迴悠遠。